这3个风台就是第9号的风台利奇马，对台湾的影响上大。气象局会伫5点半来发布到海上警报，深夜会来发陆上的警报。有关这个利奇马风台上新的状况，要请咱的气象主播房叶涵讲予咱知。 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赶快来关心利奇马台风它的最新动态。它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。目前您可以看到它的气级暴风半径不断的扩大，目前来到220公里。那么它持续稳定的往台湾西北方向在前进。现在高压的强弱取决于它的中心会不会登陆陆地。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目前其实距离台湾大概还有770公里左右，所以还是有一段距离。预计从星期4的白天开始到星期5的一整天，会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刻。我们从浅视预测图可以看得更加明确一点。您可以看到，目前它的气级暴风半径来到220公里，那么速度挺慢的大概时速是10到13公里左右。而您从目前的预测路径可以来看到，预计从今天下午大概2点到5点之间会发布海上警报，从今天晚上的深夜会发布陆上警报。也就是说，从星期4的白天开始，一路到星期5的一整天，会是这个暴风圈最靠近台湾的时刻。那么，尤其从星期4的晚上到星期5一整天，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。未来4天会如何影响台湾陆地各地的情况？我们来特别提醒您。好，这是今天一整天会降雨的范围，最主要都是下在北部跟宜兰地区。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目前暴风圈还没有靠近陆地，所以今天是做好防台工作最好的一天。而从明天开始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随着暴风圈逐渐靠近陆地，陆上警报已经发布，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都要留意，开始会出现强降的风雨。那么到了星期5一整天，随着这是暴风圈最靠近陆地的时刻，所以全台都要留意会有明显的风雨，尤其是各地山区都要留意有土石或者是山崩的可能情况发生。一路到星期6，随着台风随着导引气流上去了，可能引进更多的西南风，到时候中部以北都要留意会有强降雨的情况。一路中部南部的雨势会下到星期6左右，所以接下来几天的时程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最后的小叮咛。从今天下午开始，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。那么从今天深夜开始，接着发布陆上警报。随着陆上警报开始，星期4的晚上到星期5一整天，会是全台影响最剧烈的时刻。尤其是北部宜兰要慎防强风豪雨，因为从目前的预测路径来看，很有可能会是个西北台。但是西北台定义要从澎嘉屿跟北部海域之间通过，那才算是我们持续为您观测。一路这个雨要下到星期6，山区会持续降雨。观众朋友，今天务必做好防台工作。这是最新的气象时间。